赞，赞，讲完之后看不出来。谢谢泰康国小。接着上场的是下一队义载国小，请准备。义载国小，还有还有义宏国小，优秀。台南的义载国小，都来到新营这边表演。优秀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裕丰国小。在睡觉，孙子在睡。那边的电铃山太子表演。
哦，有宋江镇、十二婆姐镇，还有麻豆文正国小的贤师十二婆姐镇，要参加比赛。哦，赞啊！哦。哦，赞！哦，赞！哦，赞！哦，可以网络播放了哦，赞！